可能兄弟姊妹行到呢個社會，行到呢個日子，按痛苦、按煩、按腳，遲到逼實，冇路行，我係講熱團經濟，祝福大家。喺呢個詩篇145、18節咁樣講到，上帝按勸各窿眾人要禱告自己嘅，窿眾人要寫上帝，而且忠心寫嘅。上帝要聽，咪意思นะ？窿眾人要煩惱，要逼實痛苦，冇路行遲到，上帝要看顧你，當時嘅求佢，當時嘅禱告自己，當時嘅需要佢而求一個恩典，即係相信佢，上帝要聽即係嘅禱告。詩篇145、19節咁樣講到，上帝做本窿眾嘅合意嘅人，即係需要路線出路線，即係需要一個平安，即係需要佢開路，即係當逼實之時，佢聽即係嘅禱告，佢嘅同在，佢幫助即係，因為到即係一忠心，一真嘅心，寫嘅一真嘅心，相信嘅上帝。要聽嘅安全，甲切甲隆重，要痛苦嘅人，阿啥切甲也忠心嚟相信耶穌基督係個上帝，係個救主，主祝福大家，阿門。